毛森死的正是时候，多么的恰当！他的死可以让大佐继续他的计划。你可以不相信我，你也可以自己去排查。只不过，我希望你在做这些之前，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降降自己的心火，多喝点茶吧，对你有好处。我还有事，告辞了。把这封电报发出去。好，一定要等到对方回话。明白。还有没有其他线索？暂时还没有。郑总，我有事情向你汇报。直接向大佐汇报就行了。这件事情是我私自来找您，所以不能让大佐知道。去吧。什么事不能让大佐知道？为了明天的计划可以万无一失的进行，我认为我们要去一趟半岛酒店。一，我们可以先看看那边的情况；第二，可以接触一下吴安娜小姐，看是否从她口中能够得到明天见面和谈的一些详细事情。我也正有此意。不过，未经大佐允许就擅作主张，恐怕不太好吧？大佐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和谈的事情上，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就由我们来完成。好，那你去吧，小心点，快去快回，回来直接到会议室找我。嘿。信太郎，你见到冈崎骏了吗？冈崎骏，他刚刚在电报室找木村中佐，说要求去半岛酒店，有任务要执行。怎么了？信太郎也一起去吗？啊，是的。哦，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我先走了。嗯。娜姐，车已经准备好了。好，走吧。吴小姐，这是要去哪儿啊？徐小姐，我要出去谈一笔生意，怎么，有什么事儿吗？我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也不会来你这里了。小薇，你出去一下。好。
先把生意上的事放一放，跟我去趟半岛酒店。半岛酒店的701号房间我都已经安排妥当，酒店一切正常，怎么还要去啊？先生说了，明天中午12点准备一桌中式酒席。为什么？先生的命令，你我只管照办，其余的事不是我们关心的。走吧。好。我要的东西呢？不用看了，这枪没变好。什么来路啊？这枪？来路不知道，总之没有命案，反正是一个兄弟给搞到手的。走。先生，请问我能帮到你吗？不用了，谢谢。好。两位小姐，这些都是我们酒店最好的中式菜谱，全香港最好的大师傅都在我们酒店厨房里，保管没问题。你这些东西糊弄外国人还差不多，可别想糊弄我们。我们酒店是还有比这个更高档、更正宗的，可是这个价钱就……只要你做好这顿饭，价钱嘛，你敢开我就敢给。那就好说，那就好说。那我就赶紧把菜单开出来，保证让你们二位满意。请稍等。吴小姐，徐小姐，把人打发走，我先回去汇报先生。记着，言多必失。
就我给他们。哎，那就有了啊，有了啊，谢谢。谢谢。来了，老王在屋里等你呢。好。谢谢。好。吴小姐，尾随跟踪可不是什么绅士行为。您误会了。你不会告诉我，你也是来这里谈事情的吧？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是那个冈崎圭佑。我现在根本掌握不了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有种预感，他会有所动作。安娜同志来了，为什么还不进来？有意外情况，他被人跟踪了。这样，你们在这儿当心点，我再去外边看看，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嗯。刚才吴小姐在酒店落了点东西，我专程给你送过来。谢谢冈崎先生的好意。刚才冈崎先生说要请我喝咖啡，不如改天由我来请，以表示感谢。不过现在我有一些生意要谈。好啊，那就不打扰你了。安娜同志，没事吧？没事了。好，进去吧，他们都等着呢。好。老王，你被跟踪了？已经都解决了。什么原因？是我疏忽了。我和徐乃娇去半岛酒店办事，没想到撞上了冈崎圭佑。冈崎圭佑从洋行出来，就为了去一趟半岛酒店？不对，他应该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现在不是追究这件事情的时候，人都到齐了，咱们赶紧商量一下明天的行动计划吧。好。先由外到内，一步一步的来。先从半岛酒店的外围情况说起。现在，半岛酒店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重点看护目标。凡是要进入半岛酒店的人，必须要接受检查。不过，这间接的给我们提供了便利。虽然双方见面的时间定在了中午12点，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无法控制其中任何一方早到或者晚到。但我们一定要让这两个核心人物错开足够的时间进入到酒店的房间里。所以，安娜、天亮，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在彼此的队伍中发挥出最重要的作用。
从电梯上到7楼的第一个房间是701号房间，从楼梯上到7楼见到的第一个房间是720，整个7楼一共有20个房间。那就是说，我们要把楼梯这头的720变成另一个701。对，整个7楼的房间能包的基本都被我们包下了，剩下的几个长途客基本上不会在这个时间出现，这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方便。基岩同志被我安排在7楼走廊中间的房间里，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人为的让这2个人一个走楼梯，一个走电梯。对，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手上只有一个金岩图。当那2个人进入到各自701房间的时候，金岩同志是分身乏术的。即便他与一方谈判之后，用最快速的时间从720谈判结束转到701房间，那么原来701房间的那个人要有相当长的一段等待时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安娜，这是。这是半岛酒店的酒席菜单。明天在701房间里，重庆方面要宴请金井武夫。这又打的是什么主意啊？我觉得这应该能算个办法。你这写的是什么呀？这些是为拖住金井武夫需要准备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事先放在假的701房间，然后把安娜准备的菜放在真的701房间。只要确保金井武夫进入酒店时电梯是坏的，其余的按照咱们刚才说的计划照办。好吧。那明天必须让基岩同志先见重庆方面的人，再见金井武夫。没错。好。哦，还有件事，我要提前通知你们，工作站要进行转移。是因为冈崎圭佑吗？跟冈崎圭佑有关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英国人。工作站要彻底转入地下。你们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没有了。那抓紧时间，各自返回吧。好。保重。安娜，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金井武夫命令冈崎不惜一切代价拉近跟你的关系，我也被勒令跟你保持距离。这次的任务非比寻常。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的给他接近你的机会。我知道该怎么做。保重。保重。
老金，怎么样？要不要紧？不要紧。好了，老王，我们可以出发了。老金，你是我们党非常有经验的老地下工作者了。长久以来，组织一直信任和关注禁烟同志你。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上级组织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我知道，我这是再一次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考验。你不是一个人，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围，都有我们的同志在。你只管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老王，这辈子我还有机会证明自己，我还有能力跟你们并肩作战。我禁烟值了。一会儿我直接把你送到我们事先找好的半岛酒店的房间里。好。你需要的东西都在那儿，包括我们收集到的有关金井武夫和重庆方面的资料，对你会有帮助。好，走吧。哎，等等。老王，我们可以走了。钟总，怎么样了？请您放心，一切正常。那酒店周围呢？我都仔细检查过了，除了多了些英国军警，再无其他异常。另外，我在酒店见到了吴安娜和徐乃娇，他们正在订酒席，应该是为了明天的见面做充分的准备。那就好。接下来就看明天的了。下去吧。嘿。干嘛？自己的房间不回，跑到我这儿干嘛？等你啊。等我？刚继军，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问我这话，你什么意思？今天你撇下我，一个人去了半岛酒店，请问你去干什么了？我去半岛酒店是要对酒店做例行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叫你。这都是小事儿。你觉得这是小事儿吗？明天就是金井大佐在半岛酒店跟重庆方面的人会面的日子。既然这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我建议我们都早点休息，养精蓄锐。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按照你给的指示，已经准备完毕，东西都放在了禁烟同志的房间里。好，来。
先生。吴小姐，你还记得这身衣服吗？啊，简直是太受宠若惊了！没想到先生会穿我送您的衣服去见晋景武夫。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吴小姐有大半的功劳啊。先生，既然吴小姐已经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那剩下的事就由我来负责吧。吴小姐也不必去酒店那边了。的确，下一步我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就在这儿静候先生的佳音。一起去。大佐，外围警戒已经布置完毕。出发。嗨。我自己上去，你们去咖啡厅候着。放心吧，老王，我撑得住。老王同志，重庆的人到了。
知道了。老金，下面就看你的了。好，稳住。放心。请进。金井武夫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好，一直不知阁下名讳，冒昧请问，曾平。哦，仪礼堂堂，气度非凡。先生夸奖了，先生才是英气逼人呐！日本帝国军人的精神，在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先生请。请。老金，你这身体没问题吧？老王，你放心，我今天是因为太激动才这样的。平常我这病基本都不怎么犯，只要我戒烟戒酒，就保证没问题。不知您这第一杯酒有何缘由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金井先生不远万里来到我中国，在下略表地主之谊，一杯薄酒，聊表心意。那我看曾先生恐怕是有些健忘吧。要知道，香港并不是中国的领土啊。目前这个地方还在归英国政府所管辖。说到底，你我今天都是客人，所以何来曾先生刚才所说的地主之谊呢？金井先生，恕我冒昧，先生对香港的历史不太了解吧？哦，1898年，英国政府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餐厅候着。嗨。
7楼去的楼梯怎么走？这边请。我们中国人谈生意，大多数是在酒桌上谈成的。可是我和曾先生这次谈生意，却不是在酒桌上谈成的。那么这杯酒就算是补偿了吧？不错。我和先生之间的生意，真是让我煞费苦心。掐指算算，那一船的桐油也该到它该到的地方了吧？对。资料都在这里。你和这2个人见面，相互试探是难免的。金井武夫和曾平这2个人，最初的交道是由一笔桐油物资交易开始的。桐油。不过你还是要随机应变，以你最擅长的方式去回答对方。我是个生意人，做生意就讲究从客户那儿得到回馈。这桐油好不好，应该由客户说了算。当然得由客户说了算。那么曾先生，我只能告诉你，物有所值。你想，如果不是这船桐油，我们又怎么能有机会面对面的坐在这张桌子上？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一定与先生喝他个不醉不归。没错，这也是我此次来香港的目的，就是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下飞路，故事未说情章回，高跟鞋，刀锋如此轻纤维，一步一痛，一步一美，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目光如此深邃，人海中蓦然相对，让爱勇敢地选择经由，转身那一颗止不住的泪，在时刻经常戒备，逆着季风而无畏，用赤诚。碎，冒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看烟花在徐徐枯萎，且只是滋味。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一处见人开出玫瑰。经常戒备，逆着季风而无畏，用赤诚在捍卫，把手心的冷汗捏碎，冒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看烟花在徐徐枯萎，且只是滋味。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一处见人开出玫瑰。老季，老季，怎么样，老季？没事，赶紧把他扶到房间去。来，慢点。谢安同志，感觉怎么样？老王，我完成的
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完成的非常好。现在双方应该都被你给蒙住了。那就好，那就好。